你有冇諗過，月經用品可以喺全港校園、商場或公共場地廁所免費攞到？你有冇諗過，公司員工福利包括提供選擇多樣嘅月經用品？你有冇諗過，月經嘅話題可以同唔同人開放地一齊討論，而唔再係一個禁忌？喺呢條邁向月經友善嘅道路上，Happy Period 每月事透過教育去消除月經污名，令我哋喺香港談論月經唔再係羞於啟齒同忌諱嘅事。同時透過提供更多月經用品選擇俾來經者，令大家有更舒適嘅月經體驗。唔單止咁，經過 Happy Period 每月事長期不遺餘力嘅推動，越嚟越多機構開始引入月經友善嘅設施，期望呢個趨勢喺未來可以遍及運動場所、學校、公司、商場，甚至係政府設施。不經不覺 Happy Period 每月事已踏入10週年，嚟緊我哋會繼續努力去擴大社群，讓月經友善嘅空間遍佈全港。你願唔願意加入我哋，成為我哋嘅 Buddies 呢？月經歷，月一起，Happy Period 每月事。